各位同學，大家好！今日繼續同大家咧係講翻啦呢一個啦缺角嘅問題啦。咁現在咧同大家咧講係乜嘢嘅位置缺角咧？今日現在同大家講咧就係呢個就叫做正南位啦。大家咧係第一次咧接觸咧 Ken Sir 咧，邀請你咧就記得就訂閱咗我呢一個 channel 啦。我呢一個 channel 咧，亦都會為大家去講解翻咧好多唔同嘅資訊啦，透過你嘅生肖啦同埋嘅家居嘅環境咧，發揮呢個環境能量同埋你自己嘅命格咧，我哋簡稱咧就叫做咧就係宅命相配。點樣透過呢個相配合嘅情況之下咧，可以令到你自己可以發揮。正南位嘅卦象係代表咗乜嘢咧？代表咗中女亦都係代表咗咧一間屋嘅入面嘅第二代嘅女士，亦都係代表咗咧，如果咧離卦嘅命卦嘅人，我點知道我家居啊，或者我個工作室啊，或者我工作嘅地方啊，我嘅門口開邊度啊？好簡單地咧教大家咧，就第一件事揾個平面圖翻嚟。如果你係寫字樓嘅話咧，基本上咧喺防火通道入面咧一定咧有呢個平面圖嘅。咁如果你係家居嘅話咧，咁邀請你咧透過咧網上面咧唔同嘅搜尋器咧，你可以揾到咧就係你自己嘅家居嘅平面圖。咁你話可能我間屋有唔同嘅年代成日未必咁容易揾到，或者好多朋友喺世界各地咧唔同嘅地方居住咧，未必咁方便揾到個平面圖。唔緊要，你用一個簡單嘅指南針，好簡單地咧就係咧喺普通嘅文具鋪或者咧普通小學生用緊嘅指南針。喺你嘅屋嘅中央咧，就擺個指南針喺度，然後咧就去咧，好似切生日蛋糕咁樣，將佢分翻做咧呢個八楷，分咗咧就係呢個南西北、東南西南、西北、東北呢8個區域。將呢8個區域分咗之後，你就留意翻啦，你嘅門口，即係你嘅工作室或者你嘅家居嘅門口係開喺乜嘢嘅區域？唔同嘅區域有唔同嘅效應係會產生咯。如果本身係離卦命卦嘅人，你出現一間屋咧個缺角咧就缺咗喺呢一個正南方嘅話咧呢一度缺咗嘅話咧，咁即係代表咗咧第一件事會容易咧就係你喺呢間屋咧唔係好有心機去眷戀留低成啊，同埋經常咧都會有啲中意離開屋企或者係會對離卦命或者中女呢一個身份咧就會產生咧一個就係運氣不佳，同埋就係好多時就會有呢個咧眼嘅疾因為離卦係代表咗眼睛，亦都代表咗心臟咁所以咧離卦呢個離宮正南位缺咗角嘅話咧，就會咧影響咗呢啲問題出現嘅。好啦，你哋可能咧會問啦，咁點樣可以補飛？你有得機會去揀屋或者買樓或者租屋嘅話，一間新屋嘅話記住一個原則風水外面講緊咧就係天圓地方天圓地方。咁如果缺咗嘅話，可以唔好揀就唔好揀。但係如果你而家已經係住緊呢一間屋嘅話咧，咁我可以建議大家去做一樣嘢擺一個生肖落去。呢個生肖係乜嘢咧？喺呢度咧買個關子先，因為最重要嘅地方咧就唔係咧人人咧都係間屋咧都可以擺同樣嘅生肖，所以咧喺 Ken Sir 喺度咧就 hold 一 hold 啦，就唔講住啦。而更加重要嘅地方咧就係咧喺現在咧九運嚟講已經咧拍呢一個 video 嘅時候咧喺白運所推出嘅，咁但係而家九運，所以 Ken Sir 加翻呢段咧就 update 嘅內容咧就俾你哋啦。如果喺九運入面咧出現咧呢個正南位缺角嘅話咧，咁唔好意思啦，咁你咧就享受唔到咧就係呢一個啦九運入面咧所帶俾你嘅所有一啲優惠、嗰啲優勝條件同埋嗰啲福利咯。變相咗嘅話咧，直接話一句就係你喺呢一間屋咧就不旺咯，因為欠缺咗咧當時得令嘅五行元素咯，明唔明白所以咧，如果咧你真係出現南邊缺角嘅話咧 Ken Sir 有兩個提議。第一咧就係咧，你可以報讀咧我呢個啦6星期咧成為呢個風水大師嘅課程，入面咧係會詳細教你哋咧拖住隻手啦，一步一腳印咁樣咧，慢慢咧去學懂咧就成套風水嘅原則。有一個好處嘅喎，你可以咧到時揀任何嘅屋住任何嘅單位都係為自己去佈局。點樣可以搶運咧？明白嗎？係運氣係搶翻嚟㗎，你有做你咪有咯，你冇做咪冇咯。
所以點解揀一間屋咧其實咁重要？再加埋咧，其實我呢個課程咧就會咧講及到咧未來咧每一年呢個風水嘅佈局入面咧係需要啲乜嘢嘅擺設啊，或者點樣咧去移動嘅。所以咧你參與呢一個課程嘅話咧，就等同咗咧就係咧買咗我20年嘅風水講座啦。咁實際我唔知你咩時段去買啊。咁我由呢個2025年開始咧，就咧每年咧都會咧講呢一個啦流年嘅風水點樣去佈局咧，去提升咧你家宅嘅運氣啦，提升每一個人咧去掌握呢啲能量，去幫到自己啦、事業啦、收入啦、感情啦、健康啦，甚至乎咧家庭入面嘅協調和諧咯。所以如果咧大家咧你真係想咧學懂點樣去參與，學懂咧就點樣去為自己佈局嘅話咧，你可以參與我呢個課程啦。咁第二個方法，咁當然好直接地揾專業人士咧，就為你去設計過你間屋嘅重新嘅佈局啦。不過你預咗一樣嘢喎，費用咧就比較咧係會高昂一些啦。最經濟嘅方法咧就係學習咯。再加埋咧，其實呢一個課程咧，現在咧就係呢個風水課程咧，現在係推廣優惠嘅。其實你計翻咧，每年咧，你嘅流年風水入面咧，你所消費嘅金錢咧，都除翻條數嘅話咧，其實都只不過咧係一個3位數。簡單啲咁講，大家食餐飯都可能唔止呢一個數目咯。所以咧，趁現在有呢個優惠嘅話咧，咁你可以喺片尾咧就聯絡翻 Ken Sir 啦。咁九運係一個啦。嚟緊咧就係可以幫我哋好多唔同嘅新嘅發展啦，亦都幫到我哋咧就唔同啦，就係你諗到就可以做到嘅機會嚟咯，好好地把握啦。有詳細嘅內容啦，即係想問及到個課程嘅詳細內容，片尾聯絡翻 Ken Sir 啦。講住咁多，下一個 video 再見大家。